我是舒婉。300多年前，在藏传佛教出现了一位护法，叫做多杰雄灯。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主要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修行人去除修行路上的一些障碍，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学佛法。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克切拉如意轩的陈俊杰先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修持这个佛法的一个经验。俊杰你好，主持人你好，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认识多杰雄灯的呢？我记得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雄灯护法的照片。不过那时候呢，我也不是藏传佛教徒，所以就一知半解的。不过当时感觉就是非常的喜欢，所以就把这整个照片下载了下来。所以就有时间都会看一下。不过当时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感觉非常的亲近。然后就非常安全的感觉，就是完全也没有在做他的修持，没有，就只是把他的照片收起来。对，当时没有，因为完全不知道。不过就感觉非常的喜欢。然后直到几年前大概3年前开始吧，我在网上陆陆续续看到多杰雄灯的一些资讯，然后当时我才恍然到，哦，原来那位护法就是当时我看到的，就叫多杰雄灯护法。然后经过了一次翻读一些资料呢，我就开始修持了这个法门。那修持之后，你有发现到有什么转变吗？还是什么原因让你继续的这么修持下去？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不过我一直在修持了大概半年之后吧，突然有一次我在从北往南之后呢，在路途当中我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那是我记得是在晚上哦，下着非常大的好雨，我们是4连创的车祸。车上只有你一个人吗？还是当时有其他的乘客？当时是我载着我母亲还有我妹妹，然后在开车途中呢，我听见一声砰撞击非常大的声音，所以当时我知道说前面已经车祸了，撞车了。然后当时呢，我第一个的反应就是把刹车器踩完，然后当时感觉就是凌空，全部东西静了下来。不过知道轮胎不听使唤的，还是冲着过去。几秒里面呢，听到一声撞击声，第二声那就是我的车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整个人都呆了几秒钟在车。然后我很幸运的在下车一看，天哪，那个车前面后面都撞得非常严重，整辆车几乎都不成形了。然后再看一下，我家人完全没事。然后我再看前面跟后面那辆车呢，就是第1、第3、第4呢，全部都撞得非常的严重。你自己本身的车子其实是没有什么损伤，人也没有什么受伤啊，还是什么？对，我记得我前面跟后面都是大型的车，他们的车都撞得蛮严重的，然后我的车是比较小辆的，所以基本上前面跟后面已经撞得蛮严重。不过非常惊讶的是，我们一家人竟然毫无损伤，所以那时候我就立刻脑子里面就想起来，天哪，一定是护法！我想不到有其他的人可以这么奇迹的，我们竟然毫无损伤。所以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奇迹吧，就是其他的车子都被毁的蛮严重的，但是你的车子没有任何的损伤，人也没有事情。对，完全没事，我就这个肯定是一个奇迹，因为之前跟之后的那些车都撞得非常严重。所以他们应该也很惊讶吧，看到你的车子这样子。非常惊讶，非常惊讶。那从这个事件之后，其实你对护法的那个信念有没有因此更深，让你更加有信心的去修？当时我那个时候在心里，我非常肯定的，这肯定是护法的帮助跟加持。然后我的信心对护法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到今天。那想问你的妈妈跟你的妹妹，当时就是意外发生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是也是雄灯护法的持修者？他们不是，他们也不是藏传佛教，他们也没有修任何的护法。哦，所以他们其实都不是持修者，也完全不了解，不知道，他们完全不知道护法。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雄灯护法，他们都有不同样的意见。有些是在说雄灯护法其实是一个邪灵，千万就是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或者是去接触他。对于这个说法，你本身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是的，主持人，在我修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我开始有一些困扰，因为我在网上陆续听到很多谣言，跟一些朋友告诉我说，其实这个是一个邪灵不可以修，然后会有危险。
然后当时我想了一下，说，哎，我的家人既然给护法救了我们的命，然后帮了非常的多，然后也很多人说，因为是邪灵，然后你修了会怎么样？不好不好。不过我看见在佛教界的大的，比如浙江仁波切、宋仁波切，他们还是一样转世回来，再继续他们的佛法事业。所以这让我更加没有怀疑，更加肯定的，他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邪恶的魔。所以其实本身的经验就是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理论给推翻了。对，完全是。也不好让其他人的那些负面的言论影响，毕竟他们也是听回来的。对。那也幸好你有继续持修下去。是的。好，谢谢你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你持修多劫熊灯的一个经验。那从俊杰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多劫熊灯护法保护的其实不只是持修者，他也保护所有的人。就好像他的俊杰的妈妈跟妹妹嘛，他们其实都不是持修者，但是多劫熊灯不会说哦，因为他们不是持修者，所以没有保护他们。在这种情况底下，只要是需要保护的，多劫熊灯都会去保护。谢谢你，俊杰。好，谢谢你，主持人。